我們平時去吃飯的時候，打包快餐要怎麼去說呢？今天來教大家幾句對話。老細，大份叉飯，加個煎蛋，打包拎走。例水要唔要啊？唔要，俾多2條青菜啦，2條菜濕濕碎啦。再嚟一次。老細，大份叉飯，加個煎蛋，打包拎走。例水要唔要啊？唔要，俾多2條青菜啦，2條菜濕濕碎啦。那我們正常對話語速來一次。老細，大份叉飯，加個煎蛋，打包拎走啊。例水要唔要啊？唔要啦，俾多2條青菜啦，2條菜濕濕碎啦。那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？老闆，大份的叉燒飯，加一個煎蛋，打包帶走。要不要例湯？不要啦，多給2條青菜吧，2條菜小意思啦。那本次的對話重點詞組，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。第一句說到的拎是拿、取、提的意思，我們都會說拎走，拿走，帶走。例湯我們是說例水，給，俾，小意思，濕碎。那你今天學會了嗎？